中经200言。当然，这个200言就是讲，在家的地主和佛咧讲，家的地主咧讲叫做别，世尊的地主讲话叫做果，世尊啊，甲地主讲话，我告诉你。佛告诉菩提，我告诉你，我不甲你说话就讲，但是下底人对佛的侵犯叫做说话的，叫做200言。这个意思就是哪？咱同学就是真正足谦虚，家己都没有东西啦，家己很谦虚，我都唔捌，对佛的清晰。这个是教上内底100言，嘛是咱的时阵，咱装修叫做破学。迄个我看到一个人讲，这个可能不是新而且还是我唔知，伊讲叫做默学啦，默学啊，伊破学，破学跟默学接相无？伊像默学。这个默就是讲，无啦，叫做默。伊就好学就讲，我哋人后边学的，应该是一句话，但是伊用这句讲默学，伊其实听讲好学，爱变成听做叫默学。所以有一句话咱就对咱人笑哈。对，我是看见我是讲拿来成讲安尼啦所以呢，这叫做有义气。你咱想要第11句叫做虚有世尊。这个虚有世尊就是讲，咱要知影，这对成接于经文，成接的经科，因为前科就是讲，这个到了世尊负责而责，这段话成于经科咧讲的话，叫做虚有世尊。这个虚有，我甲讲咧，叫做虚与小有，嘛是对佛陀一种伊个真正赞叹，对佛陀一种伊个尊敬。因为今日师菩提因为看出着咱世尊在日常中生活之中啦因为咱出入往返，凡是穿衫食饭，出入往返，行住坐卧。这地主拢咧为这地主咧说法，安尼叫做神教，有影呢？我惊这个啦有经常这个较会挑。